宙之间的大能量也合一。这是以上到这里，二学先把零极限的原理先做这样的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给雅琪来就这个他非常用心整理的这个零极限这一本的精华的内容而且觉得我先跟大家开个场，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的概念，再由雅琪来做内容介绍，大家听起来比较不会觉得太谨慎那就第一阶段先跟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大家来鼓掌欢迎雅琪，好不好？谢谢梁主编给同学这个学习的机会。那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读经班的时候有看过这本书嘛，那就是我把里面的一些摘要，就是各位同学如果看到里面的一些会比较文言一点，因为我直接把就是书本里面的摘要直接揭露出来。那如果说哪里比较特别有疑问的时候，大家再互相提出来这样子。那其实这本书从头到尾的重点就走这4句话，真的就走这4句话：我爱你，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那它这个其实你要运用也很简单，这个其实只是对自己说，因为有时候如果我明明就是这个人，我很生气，你还要跟他讲这4句话，你自己会觉得怎么可能讲得出来？可是作者从头到尾就是告诉我们说，这4句话其实是对自己讲，他所谓的神性都是人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神性存在，那这4句话其实是对自己讲的。那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其实大家有没有听过《秘密心想事成》这种书？对，这一本书的作者会写出这本书，其实这个作者维泰利博士他也是秘密，因为秘密是很多个作者一起完成的嘛，他其实是秘密其中的一个作者。可是这一本书它很特别，它是去年4月才出版的，在9月的时候已经25刷了。他自己这本书，维泰利博士写出这本书的时候，他自己很想把秘密跟他以前所有写过的那些心想事成那些书全部都回收起来，因为他会发现说，其实人不可能永远都那么正面。像秘密像心想事成，就是要你一直去正面。我想要有钱，我要先观想那个有钱的状态是什么，让自己感受在那个里面，然后你才会变那个状况。可是他后来发现呢，其实真的是只有回到0的时候，那个力量才是无限的。那这本书他为什么会想写出这本书？有一个起源就是在于说，他这个维泰利博士他在听到别人说世界上有一个最奇特的治疗师，那这个治疗师叫做修兰博士。这个传说是说他一开始不太相信嘛，他是想到说有一个心理医生，他根本不用见到任何的病人，在夏威夷有一个很大的精神病院里面，那关的都是那种重度的精神病患跟一些罪犯。那这些罪犯呢，其实他是需要靠很多的药物，要手铐脚镣来控制，不然他们其实都会去伤害到其他的人。那这一些，所以其实在这个医院里面工作的，不管是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些心理咨商师，其实都是几个月之内他们都受不了的。大家不是请假，就是会想办法离职的。可是这一个修兰博士到这个精神病院之后，其实他很特别。他进到这个精神病院，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病人的病历拿来看过。可是他一般如果说像我们请心理医生来做咨商，是不是应该就是病人来跟心理医生这样子1对1咨询，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他会怎么帮你处理？可是这个医生完全没有，修兰博士完全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只是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自己。他这2年的时间，这2年的时间，他只是从头到尾，包括说他走在路上，甚至是有那种病患跑出来跟他讲说：“你相不相信我会杀你？”然后他说：“我相信。”然后就跟自己讲这4句话。他这2年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一直跟自己讲这4句话，然后一直清理，一直清理，一直清理。然后大概约2年之后，本来这些心理这些所有的病患这些罪犯都是被判定，在法律上判定他是几乎不太可能会好的。可是他就做这样子对自己清理他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病患，没有跟任何一个病患做过任何的咨询。可是2年之后，这个精神病院清空了，所有的病患通通都好起来了。这
甚至是那种，因为有一些有一些罪犯，如果你被证实是精神病，其实他不需要去被抓去关的嘛，因为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意识的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可是其中就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这个修兰博士一直在清理自己，他后来自己好了之后，他跑去跟法官讲我有罪，请判我罪，其他几乎全部都是正常出狱，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那后来这一个医院就是真的就是整个清空。那当维泰利博士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他觉得很特别，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他开始去查，开始上网去查这些资料，然后真的就是让他找到，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就叫做修兰博士。那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完全不用见这些病患，就是几百个人的那种这么严重的病患跟罪犯，可是可以把这些人全部医好，就是用了这个东西，叫做和欧波莫波莫。这是一个夏威夷非常古老的传统的疗法。那这一个疗法的主要的原因，它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和欧波莫波莫？这个是一种释放内心有害的能量，用坦然接受宇宙最原始的神圣思想、语言、意念跟行为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的现况，不管是你看到的，其实都是因为刚刚也是有讲到嘛，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些负面的，所有的一切，它里面从头到尾都讲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自己创造出来的，宇宙是你一个人创造出来的。那这一个疗法呢，和欧波莫波诺，它主要的意味就是说，使之正确，改正错误，就是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过去，不管你有意识或没意识的一些想法，这些是因为是错误的，一些是负面的。那和欧波莫波诺呢，只是把这个修正过来、改正过来的一个疗法、一个过程这样子。他这边就有讲到嘛，错误是来自于被过去的痛苦记忆污染的思想。那这些负面的思想，或者是说这些错误呢，它会导致人的失衡跟疾病。也就是说，人会生病，你会遇到挫折，会吸引到别人来伤害你，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记忆。就是刚刚全安是有讲到的记忆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清理它？因为有这些东西，你会一直吸引这些事情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和欧波莫波诺呢，就是一种把这样子的负面的思想给它清理掉的一个方法。也不是说我们想说我不要负面，我不要想，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好人。可是其实我们潜意识会，当你很正面的告诉自己，用你的意识判断的力量告诉自己说，人是好人，人性本善。可是我们的潜意识有一个声音，那种可怜，就把它否决掉了。对，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觉得你告诉自己那个东西，那个叫意识。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没发现的那个再深层的潜意识。所以这个方法它只是要我们去清除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部分，而那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以为很正面的那个都是假，那都是假象，我们以为的那个是意识的部分。对。那透过对和欧波莫形成的大我意识呢，对个案的问题负100%的责任，就是说，在夏威夷的这个疗法里面，他们有要求到说，如果你要当一个心理治疗师的话，你必须要先有这样子的条件，就是说，这个治疗师本身，你要先愿意相信跟接受，制造这个个案的问题，就是来找你咨询的这个个案的问题，负100%的责任，不是他的问题哦，不是今天这个是病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是治疗师，今天有病人来找我，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要先接受，这是他们治疗师基本要有的一个认知。你必须对这个来找你的这个问题，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负100%的责任。那你必须去愿意去看清个案的一切问题，都是来自我们自己，我这个治疗师本身内在的一个错误的信念，而不是他。很特别哦，别人做错，可是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责任。他不是说都是你的错，不是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那不一样。扛在自己身上跟你负责任这是两回事。那他这个只是告诉你，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跟你知道的事情负全责。那怎么做呢？是利用忏悔、原谅跟转换的过程。这个治疗师他要先对自己忏悔，我内在存在什么错误的信念跟负面的能量，引发有这样一个个案来找我，
这是我的问题，是我的责任。那治疗师呢，就把自己跟这个个案内心的错误思想，因为我是治疗师，我内心有错误的思想，所以才引发这个个案，所以我要先调整我自己，我要转换我自己。那转换之后呢，个案才有可能好，对方才有可能好，别人才有可能好，一切都是在于自己本身就对了。那这边就是说转换成完美的爱，意思就是说，你先把自己的意识、心智跟你的想法嘛，跟你心里的那个状态与终极的本源，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爱啊、神做一个连结。那怎么连结？当这个连结建立之后，我们就呼请爱，就是我们说的神来做一个援助，去除自己内在的错误思想。重点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个想法是错的，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错误的思想，甚至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内在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透过这个和欧波诺波诺，它就是说呼请爱来援助，来去除我们自己内在的错误思想。那这些错误思想呢，先造成我们自己的问题，才会造成他的问题，才会造成社会的问题跟别人的问题。可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这个呼请就是说，请这个我们要帮人家做治疗的治疗师，他会透过忏悔跟原谅的过程，告诉自己说对不起，因为我内在的错误想法来造成了你这个个案的问题，请原谅我。他先忏悔自己，来请求自己的原谅，自己神性的原谅。他也不是去跟这个人这个个案讲说对不起，我错了，是我害的，不是这样子，是跟自己的神性讲说对不起，是我内在的错误想法造就了这样的问题，请你原谅我，是请我自己的神性原谅我，不是请别人。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你的头脑告诉你，明明就是他的错，为什么我要请他原谅你？不是请别人原谅你，是请你的内在的神性来原谅自己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好造成这样子的结果。那于是这个爱就开始了转换错误思想。当你开始忏悔、开始爱自己的时候，这个爱的能量就会开始转换我们可能知道或不知道这些错误想法的一个过程。那爱就是综合掉造成问题的错误情绪，包括说可能我们累生累世，或者是他这边讲的一些错误的想法，不一定是你这辈子经历过的，甚至是有可能是你在baby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前世的时候就经历过的。因为他这边主要讲的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原本也是一个能量，那只是经过一些转换来到这个地球上变成人来修的嘛。那这边只是告诉我们说，可能我们在原始只是一团能量的时候，累积了很多。